妖怪？你敢有梦到妖怪？好，这个查某囡仔叫做阿英，伊昨暝吼，昨暝咧困的时做一个噩梦，伊讲啊哎呀，我看到一只妖怪，要怎才好？伊讲啊惨啊，我看到一只妖怪，足惊，足惊。啊，这个时阵吼，妈妈就甲伊讲哦，妖怪是假，妖怪是假。你敢有捌看见妖怪？你有敢有看见妖怪？捌咯。敢有捌看过？五个是假。是假哦，你有够巧的。吼，妖怪是安怎呢？伊是乌白修出来，毋是真的。OK， 哦，啊，毋过呢，有一天你若是半暝啊，爬起来，啊，感觉你看到妖怪，你要安怎才好咧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。喂，我来委屈。啊，伊这个喙齿足济呢，你敢要画喙齿？不爱，我要画目睭就好。还有身高几粒袂记啊？哦，这里个。好，把妖怪放在头壳哦。啊，见。兄弟，好，啊，即摆来，倒骹给打落，都该到了。倒骹给打落，啊，正骹都给打落。哦，你唔甘哦？你跟妖怪变朋友啊？好，对，啊，即摆给倒骹给打咧妖怪顶面，都开。啊，正骹会打落。炸卡打了。好，你有要做无？你唔甘哦？你拢唔甘带呢妖怪。唔甘带嘅妖怪咧，哎，倒骹打落，卡打了。卡打了。啊，正骹会打落。正卡打了。啊，手插你，双手插你腰里，双手插你腰里。今年好，免去写，我知影3000公里，好吧？哦，迄毋是2000-3000啊哦，你无画啦，咱阿哥会惊，你爱画出来，画出来就唔惊对无？爱大声画出来就唔惊哦，会晓袂？会晓啊。啊，有一天若爸爸妈妈咧困，啊，你半暝啊去妖怪惊起来，你要安怎做？你都爱家己爱手插你腰里，胸口电落开，大声画出来，讲啥？妖怪是假，我唔惊你，安尼会晓袂？拢无爱读啊。好，来，搁一届。搁讲一遍好唔好？进来，哎，进来，你爱帮忙我诶。哎，进来。来打妖怪哦。甲我斗相共一个啦，我有一个人看了就忝的。加油！来，准备哦，来开始。先倒骹，再再来正骹，胸坎顶落开，手插伫腰里，大声喊出来讲：妖怪是假，我唔